1967年10月7日，拉丁美洲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掠到审问的时，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审问者你甲问讲，你即摆咧想啥？伊讲我伫想革命是不朽的。过段间，切格瓦拉就被枪决，不过伊嘛变成传奇的革命英雄。1998年10月7日，哈勃太空吊镜发现，到当时为止离地球上远的星系。对着天文界研究宇宙大爆炸有真大贡献。哈勃太空吊镜是由美国发现者和太空梭载运升空，上早是编4亿个预算，因为最后有可能是45亿到60亿个美金。2010年10月7日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，将和平奖颁予中国抗法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，表扬伊以非暴力和平方式持续追求基本人权。因为刘晓波当时是第2摆互人来去关，无度到挪威奥斯陆去领奖，因此变成诺贝尔颁奖史上第3个作家无度领奖的得奖人。